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听咩风做事，下个世界就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你下我们要小鸡强喵，然后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现在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跳下来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桃园市的丰和公园，你喺桃园市的市中心啊，有一个几百个公园哦，算都市之备。他有谈到上网，他们的飙车，我等下来体验一下。我先去体验后背个沙坪做的溜架的。好，少林功夫嘛哈，1、2、3，登高眺望一下。嗨，那声音做对了。哇，卡住了。没关系，等下，莫，等一下，可能是裤子的关系。来，看身形够，可能给了下来，会下顺。哇塞，哇，好吧，我来挑战一下那个比较长的好了。我有准备秘密武器。稳了，挑战了，太赶快，下来咧！按架可能好高哦。哇塞！记得这个有带了治病诶，底下杀鸡迄了有滚轮的嘛，顺这样下来。哦，把某个刀讲，去拜到了3G 层流按过的溜架的哦，来哦，3、2、1 ，Ready go！ 屁股好痛哦！屁股好痛！屁股快烧起来了！要垫着东西啦，不然会受伤哦。忘记拿到我的秘密武器，再给我改一百。哦，要不然秘密武器登场。你可能要较夹哦，因为你塑胶的哈，塑胶的东西堆到你完全没有摩擦力。死亡列车 ，Go！ 哇，好快哦！屁股还是很正。可以吗？有没有帅？可以吧？屁股还是很正。好了，真成功了。屁屁要开花了。要不要卖你？好啦，大家来了做的真正做的吃宽了了，总宠的溜架的哈。哎，是那个沙鸡啦，因为那罐头式的这个油具很多哈，那所以很有心啦，做的这样子一个设计，对啊，赞。我有一个朋友太忙，听讲伊从小伫咧桃园市爬来爬去，溜来溜去，应该就会咧片攀岩馆，甚至加一下偏手。太猛！红领来了，这么特别的出场方式，你要这么来啊？要去攀岩，哎呦，哦，我的试看嘛。而且高练。伊款眼真紧磨呢，磨老人讲。高练，嘉宾。哎，教练你好。嗨，你好，我叫洪林。你好，我叫肯尼。肯尼你好。哎，你好。
可以教我怎么爬这个？做对啦，你以前有教过吗？有 CC 时就有教过。哎，你们讲下啊？冇呀，有。没有领引。没有领引，没有领行引。好，等候，这个引。这么来做不了这种海，保护你的脚，保护脚，踩石头才不会受伤。哦，按要量吧。好，鸦片。41，嘿。好，你也可以试了嘛。冇，先穿吊带啊，你可以给我走。好哦。哎呦，一边来嘿。做对，哎呦，做对，动标准。你也跳速的，可以做嘛哟。教练来。啊，你也见啦？那个机器的自动确保机。那就不是教练的啊。系啊，跟俺做的先做了。下班嘞，下班嘞。好，下班嘞。冇啦，冇眼吃款了好嘛？好啊，做对啦。你爱加油啊！唔怕，就眼喊拜来哈，就私下请教练就，哎，他会往上拉，往上拉啊，会往上拉。那我会飞吗？不，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。这好怪的感觉哦。你看墙壁上很多种颜色的石头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路线是照颜色的石头来分的，所以比如说你等下爬黑色石头，你一路上都只能用黑色石头。来了，好嘞，1、2、3，加油！等下，那狗妹，你先做出做鸦片。这个冇可以按键的，人家看台网去搞冇按键的，你看垂直的平面的嘛。哦，脚用力，站起来。哦，累嘞，加油！哦，你起了，手好酸哦。啊，我知道，这个要一鼓作气，对不对？加油！可以。哦，多了。都在，然后呢？哎呦，按掉了。可以。你用按油拎哦。哎呀，哎，我抓到诀窍，我这边就到了，对不对？秒到，哎，给掌。耶！谢谢大家。好，别滑了。不要，我要爬下去。哎，这叫别滑了。哎，唔敢诶，讲真嘅。你往后面坐，有保险哦。有啊，有了。要配油。有啊。哎呦。喊做对吗？做对吗？做对。哦，这个是最简单的。哇，算简单的。啊，最难的是什么？你就看数字越大的。哎，要挑战一下吧。累都累了，哎，之后我来挑战看看好了。好吧，做对了。观众朋友应该也想看。白色的。5.11 m，这算最难的，对不对？比较难一点点。比较难一点点。用力，要叫！叫做对嘛？没，我输了不用来。50标啊，50标。脚跟勾一下看看。我给你咋叫？哎，右手去。好，不用等。哇！是这样子吗？是啊，是。1、2、3。我的数。加油！做数，开你点位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成功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成功！给我一些时间哈，大家等一下。好，哎呦，用力，数不用等。多踩一些，踩一些。可以。好，右脚转一下，右脚尖，美丽。哦，不玩了，太难了。太难了，要练一下。有了。对，有了。走对。好，再站起来，下一步右脚踩上去，右脚站起来，左脚这里有一个白色，这边，左脚，对，点到石头，好，两只手，右手也上去那个，右手，对，这里，对，来左手这边，然后呢，先抬起来，好，踩着，右手可以上去，左手那边，没力了，够力嘞，可以，你已经过了第一关最难的，但后面就是要体力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后面要体力，技巧，还有一些技巧。哇！教练，冇教咧，够掂咧，我这位，我掂咧，我这位，啊，撩去哪撩？杜思瑶来嘛？
离开这里就好了，离开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么急？很急啊。哎，来鱼吃面，好啊，啊教练听下落去啊。重点啊，都上班啊。下一次。下一次咯。走的。谢謝。好，唔該。好，快點，下一擺有冇來嘛？放心唔會啊。一天唔會，唔會。好啦，謝謝，謝謝。连长来了好，哦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睇無？哎，按班，要不？哦，按太健哦，真嘅好勢啦。落去。哦，哎，你有冇做董飯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欢迎欢迎欢迎，謝要给你推荐一下，给我推荐吗太？多了。说到日本乌龙面的话，我最推我们的凉面，因为只有凉面才可以吃出乌龙面它真正的口感。很有自信，很有自信对。那如果要推荐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，我建议你们可以点这个唐扬鸡沾面。另外一个的话，我推荐我们的炸虾天妇罗乌龙面。哇，这个是炸虾天妇罗的汤面，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哦招牌凉面嘛哈，面里面凉面要灌小色咯，无一下就唔好吃了。冷掉了。这个分别是葱、萝卜泥、姜泥跟芥末这4个佐料，就根据你个人的喜好，可以加到旁边这一杯酱打汁里面。你可以吃，哎，你可以先吃一次原味。原味，对，有 Q 吗？不是，嗯很鲜啊，很鲜。我们这个酱油它是用柴鱼做基底。你怎么会做这个冷面？就我之前有在日本待过将近2年的时间，你去日本发展对不对？去那边留学，啊，对，然后是后来是在当地太常吃乌龙面的，然后想说如果在台湾有类似这样子真正道地的日本的乌龙面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所以我就在那边学了技术，从面粉开始，然后用我们的制面机的真空搅拌机制面机，制面需要非常懂奶。大的热情，就是要有热情支持你才可以继续做下去，真的。单价没有比较高，但是做的工可能是2倍。繁琐。没错，但是能够提供给台湾大家有水准的乌龙面的话，我觉得这也值得啦。哇塞，哇，讲的好像他的包袱。对啊，我都快哭了。哎，这样给它泡着它比较咸，对不对？我先泡着，我又是唐扬鸡，按太低啊。我们的唐扬鸡都是用整块的鸡腿肉下去炸。哦，它皮超脆，也不会告闺蜜，胃口大开，超好吃，而且它这个酱够鲜啊，然后会让我很想一直吃一直吃。啊，你吃饱了？哦，我吃过了，我吃过了。你们吃，你们吃。也就抹哈基了。